乌战争对于我们台湾人有什么样的启示？那我们应该要从这样子的启示中做一些什么反思？这样我们就把时间先交给叶教授40分钟，那40分钟后我们再进行 Q&A。那叶教授交给你。好，谢谢林教授，那也很谢谢金华义被邀请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乌克兰战争的一些看法。那基本上我是没有准备 PowerPoint， 因为我觉得这4个礼拜我讲这个主题已经讲到哇高我结婚了，对，因为我本身的研究是专注在于所谓的国际安全。然后国际安全的部分，当然我过去主要的 focus 是在美中台上面的一个关系，然后又透过民调的方法来去了解说台湾人、中国人甚至是美国人如何在看待这上面的关系。但是我有一个研究的核心主轴，其实就是在于传统型的一个战争理论上面。那这一次刚好信也不信，也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变成说我们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实际而且很可以应用我们过去所学，或者是研发出一些新理论的一个案例。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就我等于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在不管是在美国的平台，或者是在台湾的一些各大媒体的平台，去做一些比较像是政治学的科普教育，去让大家去理解到说如何去正确的去理解俄乌战争它所代表的意义。那我这次40分钟左右，想跟大家分享3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开始？第二个问题是这场战争要如何结束，或可能结束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最后一个是这场战争的后面的效应，不管是它对于整个世界体系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程度的改变，或者是对于所谓的美中台关系或台湾的人在看待这场战争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所以我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讲起来。那我们看到今天普丁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的主要的理由是说，乌克兰的乌东地区，不管是卢甘斯克或顿内茨克共和国，这2个共和国里面，他是想要独立于乌克兰之外，想要成立一个亲俄的一个政权。那普丁是说，这里面乌克兰的政府对于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内部的一些俄罗斯人进行种族清洗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他一开始说我们看到，当然很多人我觉得看了有时候看起来不飒飒啊，就是他是说他要对乌克兰进行一个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然后这个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的目的是在于要乌克兰去军事化以及去纳粹化。那他所谓的去纳粹化的概念，就是他认为现阶段来讲，乌克兰在乌东这一个区域里面是有对于这些所谓自我认同是俄罗斯的人民进行某种程度的清洗。那当然就实际上来说是有零星的一些冲突，当然这个冲突并不是说搞完台体啊，那个冲突可能就是抗争或者在文化上面的一些争斗，但这并不足以去构成任何从国际关系或国际法里面的讲理去看待，这个叫做种族清洗。好，这个是普丁的借口嘛。那当然就大环境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现实主义大师，一个国际关系大师在 University of Chicago 叫 John Mearsheimer。John Mearsheimer 其实从2014年从克里米亚危机到今天为止，他一直去强调，普丁他之所以会对于俄罗斯，会对于乌克兰有这么大的一个企图心，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北约东扩，就是 NATO 的 Eastern Expansion。北约朝向这些前苏俄国家、这些东欧国家慢慢的靠拢，然后慢慢的把它并吞下来，对于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种做法才会导致于说，普丁为什么最后可能会下此杀手锏。当然，这种说法其实是蛮吊诡的，因为从北京东扩的过程大概从1994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乌克兰当然并没有他想要加入北约，但是他其实要加入北约，从国际法的条例来看，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因为加入北约的时候有一个条款，就是这个国家当他想要加入北约，他不可以跟任何其他的国
家或任何其他的主权实体有任何的领土纠纷。所以当2014克里米亚的危机爆发之后，事实上乌克兰政府是没有承认克里米亚的主权，也没有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于俄罗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上，其实俄罗斯不对，说反了，其实乌克兰从 NATO 本身的内部的一些细则去看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加入北约的。所以你说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它不会是今年会发生的事情，它也不大可能会是明年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事实上美国也不是那么希望，或者是整个北约组织也不是那么希望乌克兰迅速的加入北约。那当然是不是 in the long run 是有这个需求，是有这个企图，但是短时间之内，其实就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法理的条约来看的话，乌克兰其实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加入北约了。那你说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那其他的国家怎么办？那北约东部又不是只有乌克兰，是啊，北约东部，比如说波兰跟白俄罗斯的一些边境，或例如说所谓波罗的海那3个国家，不管我们今天谈的是Latvia、Lithuania 或者是 Estonia， 他们其实都是北约国家，可是这些北约国家，它是直接跟俄罗斯的边境靠拢，但是在这个靠拢的一个过程之下，是不是俄罗斯去做了什么？其实他没有做什么。就你说北约东扩会不会对于俄罗斯在安全上面产生疑虑？北约东扩会产生一点程度的疑虑，但是北约本身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不大理解北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北约其实并不是一个攻击型的一个防卫条例，北约是一个防卫型的安全条例。也就是今天如果假设北约要启动，北约要在任何一个条件启动，它的先决条件都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势力、其他的国家入侵的北约的这些联盟国。例如说，波兰是北约国家，假设今天白俄罗斯攻打了波兰，那北约就会启动。然后，因为它是一个防卫条例，所以北约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军事行动里面，按照它内部的条款，它的目的只在于回复过去的一个领土。例如说，假设今天波兰的一个城市被打下来，那北约的目的或北约的所有方向，就是要把那个城市拿回来，然后把敌人赶出去。那它并不会对敌人继续追杀。所以你说北约是不是会导致俄罗斯崩盘，或北约是不是想要攻击俄罗斯？其实北约设立的一开始目的，不管从1950年代到今天为止，它最大的目的都是去确保，因这样的一个嚇阻能力，可以让俄罗斯不要对所谓的欧洲国家有任何不管是领土或者是一些军事上面的企图心。这个就说回来了，就虽然说John Mearsheimer 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个教授，这个芝加哥大学的，说什么北约东扩可能是最核心的理由，但是其实从一些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如果北约东扩是理由的话，那这场战争可能大概上台多久可能就会发生。那为什么会拖到不管是2014的爆发克里米亚危机，或2014爆发克里米亚危机，再补充一下，其实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把一个他们前总统给赶出去，因为他们前总统是非常亲俄的。然后那个时候2013的时候，乌克兰是想要加入申请加入欧盟，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总统不愿意做这件事，所以被反对党给赶下来。那个时候俄罗斯就发动了克里米亚的危机。当然，2014之后到现在，整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民调证据来看，虽然说乌克兰人并不是大多数人都对俄罗斯有反感，可是在至少在加入欧盟、加入北约这件事上面，他们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共识的。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从我刚刚讲这个理路去脉络的话，你说北约东扩是不是造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主要原因？我觉得不是，因为这样听起来就是总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充分嘛，所以我就去看到一些其他经济上面的一些因素，例如说以现阶段来讲，普丁的政权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其实他面对了蛮多的挑战，因为俄罗斯我们看到2020年的资料的话，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是11,000美金左右，就是美国的差不多1/6。那11,000美金代表的是说，俄罗斯当然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在开发中国家的一个阶段，
一个开发中国家来看的话，它的经济成长率一般来说要维持比较好的状态，通常差不多要大概维持在5% 左右。人口相对差不多的一个国家，像马来西亚、印尼啊，这些国家其实在过去从2014年到2020年，就是在我们的 COVID-19 疫情之前，他们维持的经济成长率都是在5-6% 左右，但是你看到俄罗斯其实从2014年开始，它的经济成长率一直游荡在大概正2到-2%左右，所以说它的经济是开始持续延缓的，而且同时间，其实2014年的时候，北约跟美国事实上是有对俄罗斯进行一些零星的制裁。那这个制裁当然不像我们这次做的这么彻底，但是那个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是存在的。所以说，俄罗斯现在面对到的，虽然普京看起来好像声势很旺，但是民间经济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同时间，因为民间经济或经济相对来说有自由成长，没有进行一个猛爆性的成长，所以对于他所谓的这些寡头精英啊，这些寡头精英他所取得到的一些经济上的成果，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有限的。那更不要去提啊，其实普丁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想要去做一个休闲的一个过程，他想要把所谓的总统的任期从一次只做2任改成到无限制。那过去当然他并不是一直都当总统，他先当了2任的俄罗斯总统，然后因为不能再选，所以他就让他的好朋友去当总统，他变成总理。那当然他这个时候变成总理比总统大，然后等到他当完总理之后，他又回去选总统，然后又当完这2届。那现在就是他想要去当第3任总统的时候，其实，在制度上来说，当然啊，说他是不是声望已经够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整个俄罗斯人都会支持他。我觉得不见得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先不光讲这样，我们刚才去看现阶段来讲，在这个乌俄战争爆发差不多1个多月之后，俄罗斯差不多已经有2万人在街头抗议被逮捕，所以对于普京的这个不满是存在的，只是这个存在，因为俄罗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到底人民对于政权的一个愤怒，对于政权的一个剥夺感有多么的强烈。那这就是他潜在的理由，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些潜在有刺激的话，或者是他个人的安全问题的刺激，很多时候很难去解释他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瞬间去采取这么激烈的行动来攻击乌克兰。那这是我从一些客观的数据或比较客观的理路去看到，就是国内上的问题可能比较能拿来去解释为什么普京会在这个时间点去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那当然，这个军事行动，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过第一个礼拜，其实俄罗斯想要做的就是直接对基辅做斩首行动，直接把泽连斯基干掉，然后想办法换到回政权。那当然做到现在并没有成功。那没有成功，主要大概可能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事情在打仗。我们总说嘛，师出要有名嘛。可是俄罗斯这次打乌克兰，其实我们看到媒体大家也有在去做很多采访，有些被俘虏的俄罗斯军人说他是去演习的，他的上级跟他说他是去乌克兰东边进行某个军事演习，所以他不知道原来这是个战争。第二个是他其实很多人然后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俄罗斯的军人。他其实在推进这个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对于真正他应该要达到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有点惶恐，有点不是这么确定。也就是上令下达的这个一般我们在军事体系上面应该看到的一个层 hierarchy 的一个状况，它就产生一些断裂。而且这个断裂很有趣的是，其实我在大概2天前看到一个有趣的报道，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他跟记者说，从2月11号开始，美国的军人就没有办法联络到俄罗斯的军人。过去这个管线是一直都畅通的，但是从2月11号战争开始之前到今天为止，
他们美国的军方跟俄罗斯的军方已经有1个半月的时间都没有进行任何程度的沟通。那这个没有办法沟通，是因为俄罗斯军方不想跟透露情资，或不想跟美国去沟通，还是说普丁其实并没有真的去掌握所有的军事，或者是他对于军系里面是有某种程度的疑虑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他不敢让他们去跟任何外人去做沟通，他甚至是害怕任何军系的内部的人士被美国策动。那这个就反映到战争状况，因为我们看到这是第3个理由。我从大概战争开始1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常常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叫做美国的军方跟 CIA 一直想要去搞懂，到底今天这场战争或者是普丁说的这个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他们的 Commander in Chief on the ground 到底是谁？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整个军事系统啊，这是俄罗斯军事系统里面，它分为3大战区。第1大战区就是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第2大战区就是它从乌克兰的东北边想要切进来进行领土的占领，再来就是基辅的一个包围战。然后这3个战区，他们攻击的时间、他们制空权的配合，以及甚至是海军导弹的一些连带的配用，全部都不是在同个时间发生，全部都是每个人好像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这在一个现代战争里面，事实上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或者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所以，其实很多人一直在猜测，当然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件事，也就是它有3个战区，或许这3个战区都是普丁自己在做这些后面的战术操演。那这就出了一个问题啊！你在同一个国家里面开了3个战区，没有一个 commander in chief 去做这3个战区去做一些军事上面的一些策略检讨，那你最后的效率就会非常非常的差。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战争已经打了1个多月了，但是可能过去这2个礼拜，这个战争呢，就是俄罗斯所占领的领土及乌克兰所保持的领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这个没有变化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因为乌克兰的军事支出大概只有俄罗斯的1/9，也就是俄罗斯的军备的能力或者能耐，理论上应该是乌克兰的9倍之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乌克兰的反战的情绪，或者是人民愿意保卫自己家园的一个心态是非常的强烈的，而反而俄罗斯打起来比较像是一盘散沙。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其实这场战争它爆发，当然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从一个大环境来讲是一个北约东扩所产生的一个效应。我觉得这很大的程度要从普丁自己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对于所谓不管是西方国家，或甚至是乌克兰它未来的一个走向所产生的一个内部焦虑感，会有更好的方式去做解释。那当然同时间我们要去谈，就是刚刚谈到的，就是国内上的问题，附加上说我刚刚有一件事没有提到，那个$11,000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数字，因为我们从政治学的研究来看，大部分的国家当它的人均收入超过$10,000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朝向民主国家去前进。所以乌克兰就俄罗斯普丁会不会主观的认为俄罗斯内部他可能想要朝向民主国家的一个走向越来越高，而导致他认为他的政权不稳定，这也是一种解释。好，那我刚刚要谈的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这场战争会爆发？那我刚刚稍微去解释了一下我自己看到的原因。那第2个部分，我其实是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些去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战争到底可能要怎么结束。我觉得这个结束就是大概这一场战争里面最困难的事情吧，因为这个礼拜大概上个礼拜天左右，乌克兰的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跟土耳其的总统有一场电话访问。那他们在电话的这个会谈里面讨论出到底我们要传达什么讯息给乌克兰，然后想办法传达什么讯息给世界，去看看说我们可以如何去取得一种可以和谈的一个状况。那他在这个和谈的状况里面开出6个条件。
这6个条件，大多数的条件其实到现在来看都还是不是这么合理的事情。这6个条件里面，第一个是乌克兰要维持一个中立国的态度，第二个是乌克兰要就是他要去军事化。在现在这个状况来看，乌克兰即便他愿意保持一个所谓的一个中立的态度，但是你要一个国家去，我觉得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他在普丁有提到，可不可以让乌克兰依循所谓的一个奥地利模式来进行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奥地利在1955年建国的时候，他是答应了北约跟俄罗斯，就那个时候苏俄说奥地利在状况在北约跟苏俄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的时候，它是会一直维持中立的状态。所以说，奥地利在1991年之前都完全没有加入北约，也没有加入欧盟。那当然，苏俄垮台之后，它马上就加进去了，这是题外话。但是这并不代表奥地利有拒绝。奥地利其实，你如果真的去把奥地利在欧盟里面它的一个军事态势拿出来看的话，奥地利在过去从1955年到1991年的时候，它是大幅度的扩军，因为他认为只有扩军的方式才有办法去保卫自己。好，所以你说你要乌克兰去，你要乌克兰去，这个其实说实话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对，那当然这里面他还有去提到例如说乌克兰要去承认顿涅茨克，去承认卢甘斯克，甚至去承认克里米亚的独立的主权。我觉得领土上来说，领土其实是在我们战争里面最好去谈的东西，因为领土当然损失领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如果你损失那个领土可以保持自己国家的一个安全的态势，很多人是愿意割地赔款。割地赔款是最简单的事情，因为比割地赔款困难的东西还有很多。当然，我主观来说了，以现在这个战争态势没有太大的幅度的改变的一个状况之下，乌克兰就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是不大可能会去答应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可是其他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不大可能会去达成。那这是1个礼拜前左右发生的事情。那这个礼拜发生的是说，普丁说他达成了这次战斗的第1阶段目的。那当然他也没说清楚第1阶段目的是什么，他只是说他达成了这个目的。那美国有一些媒体的预测是，他有可能会把他的战略核心放大活动，而去放弃对基辅的一个包围战，或者是放弃击杀乌克兰。好，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了。那有可能只是嘴巴讲，但是还会继续去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有好几枚导弹直接射到了乌克兰的那个第2大城利夫。那利夫其实已经很接近北约了。那也就是说，你说他已经放弃去对于乌克兰整体进行一个占领，或者是更换政权的一个态势，我们从一些客观的军事沙盘推演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讲到底，普丁要低头吗？普丁愿意跟乌克兰去谈出一些相对来说双边都可以接受的状态，我觉得也困难。因为割地赔款真的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你要乌克兰保持所谓的中立，你要乌克兰等下乌克兰去，这个就很难去达成。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说，他如果去，他就变成俄罗斯的 puppet state。如果乌克兰今天要保持中立，这个中立他也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实质上的保证。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说，人民大多数是需要经济成长的。不管是加入欧盟或加入北约，对于乌克兰来讲，它的未来才会相对来说比较可以期待的。那继续跟俄罗斯这样勾勾底它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未来，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难去谈下去的。那在他没有办法可以谈下去的一个前提之下，如果俄罗斯不愿意放弃他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其实大幅度来说，你很难看到任何有效的一
个谈判的过程。那甚至是说了，我们把那个话拉回来去讲，单纯去讲普京他自身的一个问题。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普京不管是在俄罗斯的大内宣，不管是在他国际上面的一个说法，甚至是他在战争里面对着乌克兰人说的东西，很大一个程度，就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我就是要消灭你，我就是要让你变成我的 puppet state。那这个愿望如此的宏观，然后你没有办法达成，你没有办法达成，代表是什么意思？代表就是你不够强嘛，你是个 loser 嘛。那你当然这样讲听起来很愚蠢，可是你要想到他现在面临的状况，可能跟他战争前面临的状况不一样。战争前面临的状况是，西方国家没有进行完全的制裁，他也没有对于所谓的这些寡头精英进行财富上的一个冻结啊。但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也就是你这场战争其实只有赢没有输，因为你如果达不到目的，你如果退缩，那表示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战略目的，陪你一起承受这样的痛苦？不管是人，不管是寡头精英。同时间，这场战争假设它继续打下去，他有没有办法？他有没有办法真的去占领乌克兰？可能困难度还是很高的，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如果他缩头是死，他就只能继续伸头下去啊。而且伸头下去，他要一直确保自己可以用核威慑的方式、化学武器威慑的方式，去让西方国家不敢随意动手。但这个讲到底，其实讲白了，他就是因为他没有招数，他其实是没有招数，因为他往前继续打下去，就会让这场战争继续变成一个泥沼战。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这场战争到底会打多久？说老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场战争现在已经打了一个多月，那他会不会再打一个多月？可能性很高，因为普京没办法收手，因为收手他就必须要面对愤怒的人民跟愤怒的寡头精英。那继续打下去，是不是可以取得更好的谈判筹码？其实大概也不会取得更好的谈判筹码。泽伦斯基也不大可能会跟你低头，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他就只能继续埋在这个泥沼上面，跟所谓的乌克兰军，或者是跟所谓的北约继续去抗衡。那这场战争可能会打得非常久，而且从西方国家的角度去运算的话，事实上，当然核子威胁跟化学武器的威胁，只要没有拿到台面上，他们的想法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比气场。比气场的意思是我对于俄罗斯进行这么强烈的一个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的垮台应该是可以预期，只是它垮台的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不知道。人民愤怒到没有办法承受这场战争，没有办法承受普京作为总统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因为它很大一个程度它需要不管是精英跟百姓的一个联动性。可是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有可能会发生，可能性还蛮高的，我们只是不知道那天会到哪一天。那所以西方国家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普京被自己的人民拉下台。那只是拉下台的时间点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去预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制裁会一直往上加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去提供给乌克兰不管是军事援助，甚至是到就业的援助，因为我们就是要他继续撑下去，撑越久，赢面越大。那唯一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普京会不会使用大规模的武器？普京还是有可能会使用大规模的武器，因为问题就在这。我们从一个很成本交易的分析去看，假设普京继续打下去，打到俄罗斯自己的经济崩盘，那他可能也很难继续安然下台，就是他可能也会面临到很大一个程度的一个生死纠案。那如果他今天把它升级成核子战争呢？对他来讲，可能也是死路一条啊，所以，当你伸头也是死，缩头也是死的时候，对他来讲，其实会去做什么事情是很难去预测的，从这个角度，你若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现在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很意外你很难看到总统跟副总统都一起出国，然后不只是一起出国，他们还去同一个地方。
现在 Kamala Harris 跟Joe Biden 都在欧洲，都在波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常的事情，因为任何事情一旦发生，那 Nancy Pelosi 就会变我们总统，Nancy Pelosi 就会变总统，因为这就是总是有意外，我不是说一定会发生的，我只是说一般美国的战略配置是不大会去让这件事发生，只是这一次这个状况真的是一个意外，那这个意外完全是因为他们要去研究说他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应对普丁，他到底要怎么去建构那个可以沟通的桥梁。这个沟通的桥梁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乌克兰，因为在这个不管从人道、从军事、从战略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人要放弃乌克兰。但是我们如何去在不放弃乌克兰的条件之下，去确保普丁不会去按下这个按钮，这是这一场会议里面最大要谈的事情。好，所以你说战争的终局会是什么？我觉得按下核武的比例，从我们大部分的国际关系的学者角度来看的话，应该不会超过10%，但是10%去乘上它可能会影响到的一个后续效果，就是它的代价，那就是一个很可观，必须要去讨论、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北约它其实花很多时间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去，某种程度你想要求死，你想要 choke， 你想要把那个普丁掐死，可是你又知道掐太大力的时候，对他来讲他都要死的，他按了按钮，叫大家一起陪葬有什么关系？就我们要如何掐到他，让他会痛，但是他又不会马上死掉，然后让他觉得说他继续打下去，对他的个人利益还是有效。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核武器不被使用，只要北约组织它有办法在不要太强力的不压迫俄罗斯的条件之下，想办法让这个战事去延长，试着用俄罗斯国内的力量把普京拉下来，这是我们最想要看到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有可能要打6个月以上，所以这场战争，你说会不会打到秋天才有可能结束？可能性是很高的，或者秋天可能都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说打到冬天有可能，也不见得是不可能。这是我刚刚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战争到底要怎么样的结束，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最后就是讲到所谓这场战争对于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对于台湾人来讲，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看待？我先从一个世界大幅度的角度来去谈。第一个就是现阶段来讲，我们大概按照联合国报出来的数字，我们有400多万的难民，从乌克兰出来。那波兰已经接待了大概220万左右的一个难民。好，400多万的难民听起来还好，但是你要想想看，就是代表说有很多要接收难民的国家，它瞬间会有超出它原先设定的一个负荷的人口突然流进去，物质上的调配、基础建设上的配合，甚至是难民的安置所，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不见得，这都还是需要去讨论的。那难民，我觉得还是其次，可是因为战争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们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这两者加起来，俄罗斯其实是全球小麦第1大出口国，乌克兰是全球小麦第5大出口，这2个国家加起来，其实会造成大概全球小麦大麦应该是讲 wheat， 我有点忘记应该是大还是小，反正它的 wheat 的一个生产量，今年有可能会在全球市场短缺2000万吨。那这个2000万吨的短缺，我们有没有办法用 alternative source 去 cover？ 美国有没有办法去 cover 掉这样的短缺？我觉得它都还是在讨论。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战争导致了整个北约组织、整个西方战线非常非常的团结。德国也在进行高强度的军备，波兰还有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也开始去思考说，它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 defense posture 来面对所谓的军事上的挑战。这些东西，其实再加上美国未来可能会大幅度把自己的粮食的出口导向欧洲，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互赖性以及粮食的互赖性，去把两边之间的一个
连结做得更紧密，也就是今天过去我们常常看到，美国从2018年开始就跟中国进行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竞争状况，那欧洲一直以来都是采取哪边有钱赚，他就先把钱赚饱再说，他不会跟美国就是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就猫起来直接做下去。但是当欧洲的粮食命脉可以被美国给操控的时候，那当欧洲这样现在面临的石油的问题，就是禁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如果可以透过美国的页岩油或透过美国的盟友的一些页岩油来进行某种程度的调度补充的话，事实上欧洲的市场有可能会大幅度在依赖于美国的一个主导权。那在这种条件之上，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当然有时战争一定是不幸的，可是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美国有可能可以在这场战争里面去取得更强烈的一个所谓的西方世界的话语权的主导，以及西方世界的战略的一个主导。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吊诡，反而是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有利的，是有利的。那当然，对于台湾来说，这样的一个西方战线的一个成型，很大一个程度会去帮助台湾去跟所谓的中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高强烈的一个竞争。那因为现在美国不能说美国不帮助乌克兰，应该说是美国在帮助乌克兰的过程里面，它并不是透过直接的一个军事介入。那因为直接的军事介入有可能会爆发核子战争，所以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甚至是说，乌克兰它本身也不是北约组织国家，乌克兰它也大幅度的，你不能说它真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乌克兰至于美国国家利益只在于它一些稀有矿土的一些生产，但是基本上乌克兰应该是欧洲国家要去处理的事情，而不是美国要去处理的事情。那美国要处理的事情是什么？美国要处理的事情是下一个要崛起的霸权是中国。这个霸权对于美国的价值观，对于美国所建构起来这一套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会产生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从2018年整个大幅度看到，从川普开始去对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一个转向，进行这些贸易战。这些东西啊，你把它整个拉起来去看哦，你就会发现，如果今天欧盟跟美国在抗中这件事情会站在一个更起义的一个角度的话，那对于中国来说，它就会面临到更大的一个压力。然后尤其是这一次中国在乌俄战争的态度里面，一直都摆出一个摇摇摆摆、举棋不定的状态。尤其是前面两个礼拜，中国领导者是把大部分的鸡蛋都压在乌克兰这个笼子，都压在俄罗斯这个笼子，他认为俄罗斯应该会成功，就没想到打到现在打得好，不大会胜利，所以他在舆论上面一直在改说，他觉得两个国家应该要谈判，应该要和平，他也不敢真的正面的去回应说他到底有没有支援俄罗斯。军事上的资源，我认为他是不敢的，但经济上的资源有可能会发生，但只是他多敢大肆宣扬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态度在改变，但中国态度仍然跟所谓的西方世界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因为现在来讲，西方世界是大幅度在谴责、在制裁俄罗斯，那中国并没有这样，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台湾，如果这个相对来说，对于中国的包围网更为成型的时候，对于台湾来说，其实台湾反而变得更安全。更安全，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包围网的关系以外，第二个是习近平他到底在这场战争里面会学到什么东西？也就是任何一个独裁者对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他都会受到世界的制裁，都会受到世界的批评。那除此之外，这场战争是不是就有如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对称战争、不对称战力？所以说，比较强的那一方，他可以随时的碾压比较弱的那一方，没有那么简单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乌克兰的军事支出是俄罗斯的1/9而已，但是打到现在，其实你不大知道哪一国比较强，哪一国比较弱，这是最有趣的事情。打了1个月，你还是看不出来到底俄罗斯强了哪里。那你说中国的军事支出是全世界第2，当然数字上来说是这样，可是是不是代表中国在兵力上的使用，在战争上的一个能力上来说，它是比俄罗斯来的更好？这很难说，因为中国其实从1979年之后就没有再进行过任何一场正式的军事作战。
像是我们看到俄罗斯要去打下基辅，然后透过控制首都来进行政权的更换，或者是拿到中国来看，中国有没有办法把台北拿下来？我觉得你给他2个礼拜，他都说不清楚，甚至是打到城市战，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战争很简单，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战其实非常非常的难打。台湾的人口密度如此的高，可以躲避的地方如此的多，你今天要在台湾打一场城市战，说实话非常非常的困难，更不要提他们军队要怎么样去登陆。因为我们台湾跟乌克兰跟俄罗斯连在一起，它旁边都是平原，台湾跟中国中间跨了一个台湾海峡，你说它要跨过来，相对来说困难的很多，因为台湾真的能登陆的地方大概就13处而已。所以习近平学到什么？习近平会不会学到这场战争？就他可能还会继续恐吓台湾，他可能会继续威吓台湾，这件事情当然不会改变，因为对习近平来说，威吓台湾其实并不是去跟台湾人讲来做这件事情，他很多的时候是在跟中国人在讲这件事情，他是在跟中国人说我们有一个统一祖国的一个伟大的梦想，我们有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会不会去动这个事？你看到这次乌俄战争这样的一个开场，看到美国跟其盟友这个西方世界对于俄罗斯的制裁的方式，那中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习近平他可能学到的东西，反而是这种战争的代价或许太大。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台湾学到的什么东西？其实台湾学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维持自己国家的政权独立，你要维持一个独立的主权，你不是要仰赖其他人，你要仰赖自己去展现你保卫自己的决心。最近的民调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台湾人大概有80%的人都是愿意保卫自己的国家。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在国防部的教招系统做了一些改变，那甚至是在网络上都开始进行讨论说，我们到底要把4个月的这个役期是不是要改回1年的役期？就台湾人其实有稍微了解到，国防不是办家家酒，当兵也不是办家家酒，因为这些东西事实上是真的会去影响到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到底我们能不能维持自己主权独立的一个态势。所以台湾人其实已经，我觉得某种程度不能说完全习惯，而是他稍微去理解到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只是政府是不是在后面可以再推一把，想办法让台湾的军事预算再往前去推进一点？因为国的智库一直在说，他希望台湾的军事预算可以达到大概3%的 GDP， 我们现在大概是2.1%左右。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想办法去补足那样的一个漏洞？我觉得现在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台湾人来说，当然战争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不幸的一个结果，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不幸的结果就会导致台湾好像会被世界给放弃，或者台湾可能会被阿扁欺负。因为这件事情反而就这个战争反而为台湾带来了很多它的一些不管是在战略上或者是在学习上面的一些 advantage。那最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一直关注的是美国没有去帮助乌克兰啊，那美国是不是也不会帮助台湾？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把乌克兰跟台湾做相比较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乌克兰它的战略目的至于美国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乌克兰如果被俄罗斯拿下来，它的直接威胁是威胁到西欧的这些国家。那如果台湾被中国拿下来，那就表示中国的海军是可以长驱直入到夏威夷去。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它一直以来从大概2战之后到今天为止，它一直以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确保全球海洋的一个军事领先的地位。所以对于中国海军的一个封锁，它是行之有年，而且它是越做越多。那你说，如果台湾在美国的就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里面占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美国会拱手的把台湾让给中国。其实从道理上来说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其实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美国用来去确保中国的海军一直被关在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加上中国南海这个区块，它是被关在里面，然后所有一举一动都可以被美国给侦测，这是美国一直以来想要做到的事情。那放弃台湾对美国人来说，其实不是很划算。当然，美国会不会改变他的态度，去说他放弃所谓的战略国，他给台湾一个很明确的安全保证？只要他没有跟中国断交前，他都应该不会去说这件事情。但是他有可能会做，他其实已经在做一些有趣的一些变化。日本最新的首相岸田文雄其实又在自民党内部里面提出了要去检讨或者去改变日本宪法第9条。日本宪法第9条就是日本不能拥有真的一个正常的军队。好，日本它现阶段来讲，美国想要去做，就是日本想要去做提出这个议题，其实很某种程度啦，因为宪法第9条是盟军帮日本自己加上去的，他们是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那如果你要去修改这件事情，说老实话，美国一定知道，但是美国其实闷不可争，某种程度也代表美国是支持这件事的。为什么要支持这件事？因为日本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互赖性，而且以及价值的一贯性，不大可能会让日本去打美国，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大可能会再发生的一个未来。再来，美日之间有安保条约，美日安保条约只要继续生效，假设今天台海之间发生任何的一个军事危机，假设日本它宪法第9条被移除之后，日本可以介入这个台海战争。那如果给瓦的飞弹打到日本怎么办？打到日本的船怎么办？美日安保条约就可以启动了。所以解放日本宪法第9条，其实是为了台湾，就为了美国解套了，说他有没有办法合法的去介入台海战争的一个理由。那这是美国现在一直想要在理路上，在国际法上面去玩出来的一个结果。那当然，这件事情会不会今年发生，不知道；会不会明年发生，也不知道。但是自民党内部的确是朝向这个方向去推进。然后今年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所以日本人其实也一直在担心说，在所谓的它的东面它的西面这一区块的，不管是俄罗斯啊、北韩啊、中国更不要提北韩，前几天又丢了一个飞弹出来，所以他其实也觉得，是不是他在军备上面，或者他在军事他在宪法上面，可以去某种程度修的，去更强效的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如果人民有这样的想法，那配合政治人物的一个推动，我觉得这整体的配合可能会让宪法第9条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套。那同时间让美国也得到了他可能可以合法介入台海，或合法在不明讲的一个状态之下，给台湾更多保证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刚刚讲了3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乌俄战争为什么爆发，第二个就是乌俄战争可能要怎么样去解决，最后就是乌俄战争对台湾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一个 implication。那我基本上我应该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 ，Sylvia？ 差不多了，感谢。对，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就这3个主题稍微进行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就没有很久没有连续讲40分钟的话哦，因为这样一直讲，所以后面就是会有比较沙哑的，希望大家多担待。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叶教授。我们现场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下面有一个可以举手 raise hand， 然后我就会点你的名字，然后可以提问这样。好，John Wu可以unmute你自己。还没听到。你听到吗？有声音了。这个有一个新的消息啊，我想跟各位提一下啊。刚刚演讲者有讲到关于这个谈判条件的，谈到土耳其提的条件。那我今天呢，我中午呢，跟这个世界日报的那个魏必说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呢，这个消息是他跟我讲，因为他
他的消息来源比较快。他说，乌克兰呢 ，Zelensky 谈判中呢已经提出个要求，就是马利波了这个Mariupol 的那个被毁灭城市几乎被毁灭，重建呢，他们提出一个条件，要俄国要俄罗斯去负担这笔费用，所以说呢，谈判的趋势呢，很明显的呢，不是单单在土耳其提的这个条件，现在已经是有一点倒过来。这个乌克兰的提的条件呢，非常强烈，就是乌克兰的损失，你俄国要负担。今天是我得到的消息，我就在跟各位分享一下。然后另外呢，有一个观点呢，我并不是非常赞成，知道吗？这个不过大家因为是可以来讨论，对不对？对。民主就是这样子嘛。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自己提出。对，因为也不同想法，我觉得那个讲说习近平可以对他的的人民，中国人民讲说他对台湾好像并没有说软弱下去，也并没有说放弃，或者他提到这个观点，这是他的。那我的看法呢，就是基本上呢，美国现在采取的策略呢是把统治者的这个中共跟中国的人民是分开来谈的。那这个做法呢，就跟刚刚教授讲的说，习近平跟他的人民怎么样有一个交代或怎么样子，大陆的讯息是被控制的。那至于大陆要传入这个中共要给人民得到多少的讯息呢，都是有经过评估的。有一群人专门在做这种事情。那我现在是想说，其实以一个独裁者来讲的话，我想他头脑想的并不是说对中国人民负责，我想他头脑想的是应该怎么维护中共的政权，他的利益观点是维护中共政权，尤其是红二代，因为中共的政权呢一直是维持在红二代的这个观点上走，就是打江山的人的第二代的子弟要怎么传下去，那个团派的现在都已经完蛋了。那过去的这个历史从开始到国共战争引发到现在，说习近平对中国人民的一种这种交代或者这种讲法，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以中共的政权来讲的话，他还是在8、9千万人的这个中共党员控制十几亿人，他想的不是人民，他想的是政权。我就跟各位这样稍微提一下，这样好，谢谢战吾。我要先回答吗？还是？好，你先回答。好啊，那谢谢哦。那个我简单回应一下，第一个就是现在就针对谈判这件事来说了，现在 momentum 其实是站在乌克兰的身边，所以说乌克兰其实一开始他提过一个要求，就是俄罗斯滚蛋，就撤出他的领土。但是现在他已经在开出不同的细部上，不管是你是不是应该要去负担你自己摧毁的这一部分，或者是甚至是可能也会谈到赔款这个部分。但是对于普京来说啦，他不可能答应任何这件事情，因为对他来说，他如果承认这场战争他失败，他接下来就大概死定了。当然，这场战争就算赢了，最惨的状况就算他真的不管怎么样打下了乌克兰，他大概也是要时间会比较慢一点点，因为打下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直接制裁是不会
所以说对于俄罗斯来讲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这部分，从普京其实我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听不太清楚啊，听不太清楚讲的后面那个。对，不，前面音很高，后面音很低，我就听不清。哦，我说我最后面要讲的是，对，最后面要讲的是对于普京来说啊，这场战争开始打的那一天啊，他就已经注定要失败，只是他失败的比较早，还是失败的比较晚。事实上是这样子。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说所谓的习近平他会继续去威吓台湾，不是说他为了去对中国负责，而是说他必须要维系这个所谓国主的一个洗脑过程的一个一致性，也就是他今天要透过威吓台湾的方式来告诉这些小粉红或告诉中国人说，中国这个伟大的这个祖国统一的梦想是存在的，也是有被进行的。但他要不要去进行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当然过去我们都一直认为啊，共产党他想要做的事情是维系共产党政权的延续，但是习近平跟共产党是不是可以直接画上等号？这可能会是一个问号。因为习近平修改国宪法之后，事实上等于把他们所谓共产党内部不能说是民主程序，但是共产党内部一个精英可以替换的一个过程给通通打掉。也就是习近平他到底 care 是共产党能不能延续，还是 care 他自己能不能称帝？我们现在比较倾向于去相信是后者，也就是习近平他能不能作为中国的皇帝。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习近平要做什么事情，或习近平想要做的事情，不是在维系红二代的利益。事实上，在大家在美国生活，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中国人。那我自己都碰过很多红二代对习近平其实是恨得牙痒痒，因为在2013年开始的反贪腐里面，抄掉的人非常多，那当然抄掉都是他的政敌，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在维系这个所谓的一个分赃集团，共产党这个分赃集团的一个政策，并不是，他现在反而是去创造出另一套的分赃集团。这套分赃集团是不是虽然是包覆在共产党之下，但是它并不代表它完全就等同于共产党。那至于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判断中国人跟共产党，或者是中国人跟中国的统治者之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美国的国务院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一直在想办法去传递一个讯息，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嘛，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那中国人他或许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做什么事，但是他某种程度被中国共产党所传递的讯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洗脑，所以你会感觉到他所说的一些话不是很有理智，或你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会讲这些话，但不代表他是属于一个邪恶帮助政权的人。我觉得美国国务院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把中国人跟中国共产党稍微区分开来，就是我们今天对中的一个抗衡是针对中国的统治政权作为抗衡，而不是对中国人作为这样的抗衡。我觉得关于这个红二代的问题，红二代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争权夺利 ，OK， 就是服务一个第一个各方人马。薄熙来现在在监狱里面 ，OK， 薄熙来在纽约跟我见过面 ，OK， 所以呢，我对这个，我觉得是红二代的本身呢，不是一个团结，但是以习近平的立场的话，他也知道自己以后会老来自己会死嘛，因为他不可能活超过100岁吧，所以我的看法呢，他也是在选择这怎么传宗接代，怎么传到他的利益，然后他死过以后，人家不会去批他了，然后他就完整下去，那总不能像毛泽东一样，这个还摆在地面上，对不对？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一切的作为，很多的时候，除非你是深入其境，就是说你在大陆里面，在中国本土里面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能动到的，这个高压政的政权，以现在的情况下的话，
我不认为这个有很多人是表面上听你的，就是听你上面的，我说你不听你就完蛋了。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交代，并不交代的事情，我认为是说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中国的政权呢不是那么稳定，因为这个是我个人，我有一些，还有一个讯息，我是想跟各位讲，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是双城记，还有一个旧区，一个新开发区，把旧区的人呢，就是原来城市的人全部围在里面，新开发区呢就专门给外面进来的人看，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做。2008、09的时候，这个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他们建了很多东西，包括城市有双城，旧的就把它隔离起来，搞一个新的。然后旧区的人要到新区去呢，还要有通行证，然后去上班，还要那个，所以他这个高压控制到非常的可以说是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好，这样我谢谢你，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要把问题再让回下一个。Martin 有问题吗 ？Martin 有吗？我的问题是说，已经开战1个月了，联合国有没有什么动静跟庆祝？还有国际法庭有没有关心，或者是庆祝，就是怎么他处理这个国际安全的事情？好，谢谢。好，谢谢哦。第一个，联合国能不能做什么？联合国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它有 veto power， 所以说，即使在战争第一天，美国跟法国跟英国就联合提案说要安理会去处理一个 peace resolution， 俄罗斯直接 veto， 中国弃权，那 veto 完这个案子就不会过了。联合国大会所做出的决议文，虽然说多数的国家160几个国家谴责俄罗斯，但是联合国按照联合国内部的文宣说，这场战争不能称呼为战争，这场战争只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而已。因为联合国从它的组织架构里面，一切的事情都是以联合国的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为最后的依据。只要俄罗斯是5大常任理事国其中一员，联合国什么事都不能做。第二个，所谓的国际法庭，国际犯罪法庭其实已经针对了这场战争去判定，俄罗斯是没有权利去执行这场战争，这是违反人权，这是违反生命，这是危害人权的一个作为。好，俄罗斯隔天就出来说这件事情是错的，他们说错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完全不遵守国际法庭的规定。国际法，不管是